憑借住一煲煲仔飯獲得非遺認證，每一煲煲仔飯咧都係現落單現做，精選嘅台山絲苗經過5A 級過濾直飲水泡發，再放入精選嘅臘味或者係黃金配比嘅分類，將廣州傳統文化煲仔飯做成平價連鎖打工人飯堂。無論係公司定屋企附近，總有一間嘅煲仔正。我係真係成日食噶，佢哋甚至連個沙煲啊都係非遺陶泥製作嘅，成個製作過程從火候控溫到時間都係非遺標準化。哇！一打開個蓋啊，真係超香嘅臘味味啊！佢哋每一煲煲仔飯咧都係你現落單，然之後先至現焗嘅，所以係非常新鮮。佢哋嘅臘腸咧全部都係精選三肥七瘦黃金配比，然之後咧用優質嘅10年份酒醃製，所以食起身咧係越食越香，跟住有啲酒香味反翻上嚟嘅。而且佢哋啲飯咧全部都係粒粒分明嘅，用嘅係台山絲苗米，吸水性好強嘅，所以好飽滿，食起身咧又係好香好有嚼勁。最後呢啖只有用沙煲先煮得出嚟嘅飯焦嘅含金量，我相信你哋都懂。我今次係團購佢哋嘅抖音套餐嘅，仲配埋一份超足料每日現燉嘅燉湯，反正就係非遺標準，價格親民，屬於我哋廣州打工人嘅飯堂。喂，好似唔記得點關注喎。